来宣告讲，我的上帝是大有气力的。咱做伙来讲，来，我的上帝是大有气力的。我的上帝是我的石盘，我的上帝是我的石盘，是我的盾牌，是我的盾牌。阿门吗？阿门。哈利路亚！咱这个时阵要用一个喜乐的心来敬拜阿乐咱的上帝。阿门。咱做伙拍鼓来敬拜。含着咱学落的，因为伊是咱生命的主宰。阿门。享受大声敬拜，我有福，归地咱做咱上帝。你无所知，像天使盼盼迎来，我万国万邦天天迎风，我有福，归地无所定上帝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上帝是咱生命的主宰，咱来到伫伊的宝座前献上咱的敬拜，因为要有生命的江河，注所水的旨意要流落伫咱的生命的中间，咱就谦卑敬拜伫伊的宝座前，因为伊的圣神甲咱同工，成做咱生命上大的倚靠。咱用这首诗歌来表明。你的宝座前，无言万我命刚好，完美主君你，谦卑听候领受，伫你的同在，有满足的喜乐，信心请你来，自由阮献伫遮。前有耶万万命刚好，完美主君你，谦卑听候领受，伫你的同在，有满足的喜乐，信心请你来，自由阮献伫遮，信心的江河。我
主愿毋望主你圣神流落伫阮生命的中间，成做阮的帮站甲瓦靠。主啊，独独你是阮心目的，阮哪落心目溪水，求主你帮站，愿坚固阮的信心。你宝座前有永远我命刚好，完美就君你强比天后领受，你的同在有我照的喜乐，信心请你来自由阮的比较。邀请咱兄弟将咱的手放伫咱的心。咱用咱的信心去感受上帝的主爱，确实伫咱的生命的中间。咱的手放伫咱的心顶的时候，就亲像上帝的灵，上帝双手扶持咱，咱去感受主的同在。每一个人的中间，阿门。就亲像伫咱的生命，亲像昨昏的天气一样，虽然有风雨，总是伫对的时间，伫上帝所应允的时阵，伊要为着咱安排上好的一切。咱出门的时候，咱袂去予压着，咱袂拄着灾的，因为主是咱的顶牌，是咱永远的倚靠。
兄弟姊妹，咱伫遮会当学乐咱的上帝，因为咱知上帝赏赐咱迄个权柄是对耶稣基督来的，所以咱若要领受耶稣基督给咱的权柄，咱要来分赐出去，就是咱要来为着祈祷，来为着人来祈祷，为着咱的需要来祈祷。今仔日咱要牧师要邀请咱来为着圣经新约的圣经学院，咱来为着因祈祷。